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0月2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上午进行市政总质询，第一位质询的议员翁玉峰，除了关心新市政中心的进度以外，嘛针对优秀运动选手的培训奖助金提出质询，希望将优秀的体育人才留伫台南。议员翁玉峰根据6都伫职业运动员的培训奖助金来比较，结果发现咱台南竟然挂零，反而好的体育人才将流失到其他5都。议员认为怨无怨少，加上奖金的认定甲审核嘛，互基层怨言，所以要求市府爱节省委外办活动经费，每个月同款的编列培训奖助金。对此市长澄清，咱现况嘛是有，并不是拢无。为什么人遐5都的拢有，咱台南市的选手就拢无啊？无管咱的基层教练也好，咱的选手嘛好，伊也感觉讲，如果说别人要来挖角的话，那我就会考虑啦。我去台北啊，我去台中啊，我去高雄啊，我去桃园啊，那边比台南更稳定啊，能够有一个安家的感觉啊。您刚刚提到的哈，如果没有报告清楚的，等一下郑局长就跟你补充。其实我们是有的。好，我们你们是奖金啊，这个是培训奖金啊，对啊，你们是比赛之后的奖金啊，这是培训呢。有，我们1200万。那哇，没啦，我们是5000跟6000。你是奖金有啦，奖金咱有可能比台中关小看。我跟洪议员报告，我们1个月是6000，教练1个月6000，选手1个月5000。一他讲万无万少，但是比人较少，未来是要希望说能够调整高一点。台南移民署浪漫的澳洲风格建筑已经成为分析甲游客观光留念的景点。不过，议员翁玉峰表示，因13年前好不容易争取的，不过移民署一节交单却变成占用，需要求市府协调收回，配合当地运河新转成立乌桥文化会馆，或是地方的博物馆，以带状的景点来发展观光。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交由秘书处处理。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行销六甲下野顶有一个农特产品，并且搭配当地景点来拼观光，议员游泳伫伫总质询肯定市府举办相关文化节用心，不过嘛进一步要求爱加强管理，并且扩大办理。议员游泳伫1807年前市长赖清德所举办文化节数量，甲上年10个月5位条比较起来，结果发现，不管是农业、文化，或者是民政等单位，市长已经办327场，比进前加足多。对此，议员其实是相当认同市府的卖力行销，只是希望加强六甲、下营甲大内等农特产的宣传、用心管理。对此，市长嘛强调，虽然加班，不过总预算并无增加，真侪是补助地方家己主办。我前这个时代办34场，你办37场，这跟2块袂办了，2块办了。文化局办40场，啊，你办54啦吼，啊，民政局的呢挂庙会办213个，你236，安尼就加足济啊。啊，但甲游员报告吼，咱总预算无增加。对，你补助较少啦。个案的可以较少。抽10万起来，抽10万起来，加办5-6条。对啦，就是遮累个，遮累个，啊，加办一条。啊，像阮大家咧，迄米的咧，本来100万，你讲90万好啊。这后盖吼，有哪会实报实销啦吼，啊，有哪会办得好势啦？因为这物件到我昨已经几礼拜啊。足侪人去咧看，迄个稻田彩绘啦，那稻田彩绘啦，迄足侪人咧看吼，啊，这我认为讲哦，这要去看卖啊一个，因为这好不容易哦，集结阮六家农产品，阮六家的米来迄个所在，互人看，啊，人有当时啊，若食了米好，人一定会买。
另外，有关咸阳区长期以来，包括大环境的空气污染、甲市地雨加起来臭味，到达拢无对策来改善，所以议员嘛要求环保局一定要尽速找出污染源进行罚款，限期改善，甚至提出弥补溪北居民健康的措施，让民众安心。台新闻顾自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伫个国际上小连续发生真侪件生物恐怖攻击事件，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甲社会恐慌。台南市政府下晡特别办理生物病原重大危安甲恐怖攻击应变实兵演习，并且第一届以着蓖麻毒鼠作为演习的主题，场面毕竟非常震撼。应应近年来恐怖攻击事件频传，台南市政府28日伫安平区安义路举办生物病原重大危安以及恐怖攻击应变实兵演练，并秀出以蓖麻毒素作为恐怖攻击的主题，模拟市府收到一封含有不明粉末的恐吓信。演习结合国军、警察、消防、卫生、环保等单位共同参与演习，场面逼真。股票哦，收到真方便，互市政府的批的，无写地址，阁无写人名的，拍开看，有写着讲要互市政府好看的。通报相关单位，人员撤离及区域管制。驻警队接获通报后，立即至现场查看，并管制人员进出总收发室。到现场，针对本次恐怖攻击，到现场准备来进行处置以及现场封锁的作业目的。而此同时可以看到，我们人员非常熟稔的操作机械手片，目前已经将防爆的物质予以稳固的夹取，目前正准备前往防爆掩体的方向来进行移动。现场我们防爆人员在处理类似的案件，都会采取最高的规格来进行处理。目前可以看到，它已经移至到防爆掩体之内。机械。是的，现场轰隆一响，我们顺利在防爆掩体之内将疑似爆裂物予以提卸击毁。因整个国际局势的改变，所以很多这个生物性的攻击，或者是这个恐怖事件的攻击，其实都非常可能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发生。不仅是在欧洲、在亚洲，甚至在非洲，甚至在南亚，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不大可能发生这一类，也好像是与世无争的国家也都有发生。因此，我们很期待我们自己要有所准备。无事敌之不来，正是无有以待之。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行政院国土办公室以及各位长官能够规划在台南市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或者恐怖攻击应变实兵示范观摩演习。市府表示，透过跨局处以及跨部会协调甲合作，建构完善应变体系以及整体应变能力，更加会当保障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阵来自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美国青年，透过议员王金德的牵线，下晡前往台南市会参访。在参访的过程当中，因非常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甚至问到明年的大选蔡英文敢会赢等等的问题。议长郭信良也一一为因解答，同时招待大家品尝台南当季的水果，佮赠送纪念品，场面热烈。来自国际教育交流协会24位美国青年下晡来到议会参访，议长郭信良邀请各党派议员共同来欢迎，并且准备台南当季的水果，让大家品尝，食甲甜甜有味。会中除了接触宣传台南优质的农特产，议长嘛对台南治安的好、生活利便、经济发展，讲到台湾充分的民主自由甲主权独立，为台湾、为台南的形象加分。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民主、自由而且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这个地方呢，拥有全世界呢最好、最适合居住环境的一个地方，有3大原因。第一，在整个全国国家的治安的这个安全性、治安的满意度呢，是全世界可以排名前面的。第二，城镇与城镇之间的交通的便利性
是世界各国排名在前面的城乡的差距非常的小。第三，人民生活的便利性，我们这边的 7-Eleven 24小时，不像别的国家3更半夜要买一颗苹果西打1瓶酒，要开2个钟头的车子去才买得到。这些未来很有前途的学生们，能够有机会多多邀请你们的家人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好山好水，欢迎你们来这边游玩。我也期待你们是未来整个国家做外交系统的种子。那你们成为种子以后，花苗长大了以后，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推销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协助台湾参加整个国际自由活动的一些的组织活动。随后，所有成员嘛对议会职务、两岸关系拿捏两党的发展，甚至是问议长蔡英文敢会赢，一一踊跃来发言。对此，议长嘛一一解答，充分来交换意见，显示因对着台湾台南有真大兴趣。我们此次有24位来自美国不同高校的大学生我们此次来台湾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台湾的文化政治、经济还有人民的生活各个方面，所以台南是我们此次议程的第2站所以同学们和我们都非常的激动他们也很想真正的了解一下主要是台湾目前的发展状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议长为了欢迎这群未来外交尖兵嘛亲自致敬纪念品，并且甲大家翕相留念，对留下历史性的一刻，嘛让这群青年收获满满。电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由双子星甲三观农有线电视所主办的第13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总决赛，26号暗时伫台南文化中心嘉义广场举行，现场客满民众来为选手加油打气，非常的热烈。最后中青组甲社会组分别由陈洪泉甲苏伟翔得到冠军。由中甲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第13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伫经过3个多月，双子星甲三冠王有线电视休息区的4场初赛，最后选出了中青组甲社会组总共32位的歌手进入最后的总决赛。
26号暗时，伫文化中心假日广场热烈来开唱，活动当中也邀请协进国小的附设幼稚园甲家庭高中再来精彩演出。主办单位也伫总决赛提供免费的冰机、32位歌手的歌艺比赛，也将整个假日广场客了满满满。首先，我嘛是要伫遮感谢咱台南市的文化中心吼，提供阮遮好的比赛的场地。哦，啊，我嘛要感谢咱协办佮赞助的单位吼，拢遮阮一个叫做 Trust 遮拢有吼。那尤其是咱雅马哈伫第1档到第13档，每一档拢赞助咱冠军的奖品，机车2台。哦，啊，另外我更加爱感谢的是咱台南市政府，哦，啊，咱6区的区公所，哦，啊，对阮这有意义的活动，一直以来拢真支持，嘛咱指导，哦，感谢大家。哦，啊，三冠王甲双子星有线电视吼，就像头拄仔迄个咱主持人讲的吼，阮是抱着回馈地方的精神吼，来办这个活动，互咱爱唱歌的乡亲有一个表现的舞台。哦，啊，所以今年真正是13届啊，13届真正是无简单一个数字吼。啊，毋过这上重要是，迄落上重要是爱大家支持啊吼。啊，所以伫遮吼，我嘛要请大家，迄落咱所有的乡亲啊吼，会当支持阮三冠王诶上好看的 VVTV， 哦，啊上俗啊上紧的 VV 宽屏，有恁的支持，阮一定会当搁继续进步。会中市长王伟霆、立委陈廷辉、市府新闻处长刘依林、市员王家珍、吕维颖、蔡小薇、蔡永全、蔡秀辉以及侪位的区长拢到场支持，为参赛者来加油打气。刚我来的时候，因为比较晚到啊，听了这个歌曲，人讲听话听尾声，听歌嘛还听尾声，这是尾声之后听余音绕梁，所以我想今仔日啊，咱的总决赛精彩可期，完全不输啊这个那个叫什么歌唱达人，好，那我想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双子星三冠王啊办了这么好的活动，而且在今天的晚上的天气又非常好，非常凉爽。那我相信选手都有最好的表现，那将来这个得到名次的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演绎或者在歌唱或者在所有的表现上都能够大红大紫、大放光明。今天是第13届，我就参加了13年哈，每一届的总决赛我一定都参加。为什么要参加？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说，我们每一位我们的歌王歌后真的是卯足全劲，希望可以在今天拿到最佳的成绩。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啦啦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有耳福了，因为今天将会是一个龙争虎斗，而且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夜晚。祝福今天的比赛圆满成功，在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不但是有耳福，等一下还可以中大奖，欢欢喜喜的保耳福之后，带着我们的第1大奖电视机回家。我们感谢三冠王双子星，为我们收视户提供优质的这个友善的收视环境之外呢，最主要是13届以来，我们每年来举办，给这么多爱好唱歌的朋友们一个表现的机会。人家说站上舞台，世界就是你的。我们期许今天晚上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然后每位都能够唱出应有的水准，让每个人都成为今天的赢家。经过激烈的比赛，中青组由着陈宏全摕下冠军，第2名陈荣忠，第3名杜松泽，最佳舞台造型李宏安，人气奖魏英清。社会组由着苏伟翔摕下冠军，第2名李怡璇，第3名苏金玲。最佳舞台造型谢丽娟，人气奖刘子荣，其中的第1名会使得到价值7万块的机车。说一线花满天，幸福在流传往日悲欢眷恋。说一经过情长不变的容颜，容颜瞬间已成永远。想着你，情着醉，爱着你，心着醉，甲跳心相悲。
我不愿意看到你，不愿意听到你伫别人身边。情字你写着你，一句句叫着你，心爱伫倒位？你敢知影我犹原爱着你？最后的重头戏就是2台32寸电视的摸彩，伫总经理抽出2位幸运的民众后，整个活动也圆满的结束。等新闻综合报道。知名建商举办公益园游会，透过在艺表演等等趣味的活动，鼓励亲子行出户外来参加。同时，佮捐出30万，予德兰启智中心、南台南家扶中心、佮义恩关怀协会。知名房地产公司近年来投入台南房地产市场，为了加强在地连接、关怀弱势孩童。27日伫小北仔夜市广场举办“父诚送爱，远雄传爱”2019关怀儿童送暖园游会，希望会当为弱势儿童送上温暖的爱。我们远雄企业团远雄建设已经来2016年来这地方深耕4年，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受到很多的在地乡亲的照顾。那我们希望为地方这样做一点事情，那抛砖引玉。带着我们在地的乡亲，那我们受着我们在地的长官这样的指导，为一些弱势以及需要协助、需要帮忙的民众，尤其是小朋友，然后做一点事情。那因而我们举办了今天的活动。那今天的活动非常的成功。那在地有很多的地方代表，那包含到政府的首长，也都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地方共同努力，为这一片土地，那为这个地方在地的人们做一点小事情。这场园游会除了有一般亲子家庭参加以外，主办单位嘛有邀请南台南家扶中心、义恩关怀协会、德兰启智中心的囡仔共同参与。并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领舞会贵宾敲响爱心锣。3、2、1，动！感谢我们今天的超爱心龙为爱奇迹。很开心，也很荣幸，我们今天远雄办了这个爱心园游会，事实上可以让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这些摊位里面能够。买东西啦，看东西啦，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既买东西又可以做爱心，我想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更感谢我们远雄赵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各位干部、各位长官贵宾，大家能够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能够为社会上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能够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做。我想台南市政府。一定尽全力来配合。我们也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谢谢远雄集团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做许多的社会公益、社会福利。这场公益园游会嘛邀请台南知名美食以及伴手礼店家热情接待。主办单位阁安排非常受到囡仔喜爱的魔术以及体验活动，让参与的市民甲社会团体囡仔会当度过一个温馨的假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2度到26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0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